gotta not be no well. Matu body, yeah. Shut it, shut it. Nobody, well, now, do that.我跟你讲，较等吼，食饱饭了，我就要带你去一个非常重要的所在。对啊，你我讲过啊，你讲要去种花的迄个所在，迄个花是烧日本的对无？对，做迄个叫做杨节梗。杨节梗。对，啊，听讲吼，伊若讲是种，伊个外销到别个所在，到日本去。是日本人就是对做咱的花啊，是做咱农产品的人做要求的，做要求的，对无？所以今日吼就要去迄个花农因兜，来看伊是安怎种，安怎做品管。好，这就是婚林上界主要即个做糖的糖厂，好买的糖厂啊，嘿嘞，糖厂啦，嘿，啊这边咧较早吼，就因为这个糖厂啊，喺日本时代就有一个糖都的这个称呼。哟，啊糖都唔是应该是咧台南吗？啊无，每一个所在拢有糖都，嘿，安尼哦。啊，像讲这边的糖都就伫咧好买，吼，婚林的这个糖都就伫咧好买。大我甲你讲哦，若是来到好买这个所在敬拜吼，你一定要来这好买时才参拜。嘿，你看，你偌水的，看起来做清幽的啊，清幽啊，系啊，嘿，较像遐日本的咱迄款寺庙的感觉。你真行下来，这日本时代就有啊，日本时代就有啊，日本时代有啊，哦。但是我今日要带你的，带你来，不是这间啦，唔这间，你咱小拜一个安尼，嘿，啊，但是要去对面这间，我的好朋友哦。我知啦，好买王家，好买王家这间50年啊，足出名啊，我煞唔知。当归鸭肉面线，这间不得了。我若是来遮吼，我无来遮，我就害啊。所以一定要含这个两个报道一下。报道一下。哎，对，来，今晚来报道。来。两个，哎，大脸，足久我哇，有一段时间啦，嘿啊，来遮食当归面。我跟你讲，就是咱人入味了后，伊来安排的。坐落，嘿，自然就有迄个食物就浮起来。OK，对，好，啊，再甲你麻烦，谢谢，感恩啊。哦，这肝我上爱食的，百面好食啊。百面。哦，这间呐，这心啦，快！啊哦，得，好。对，讲到王家人就来啊！哦，对，哎呀，谢谢，先来啉点汤呢。你啉汤头你就知影，我知，因为我近摆来，我差10几年前来，头一摆食到就袂算讲叫人雷讲着，够好食。啉辣汤我好啉。真正是你啉当归汤有够好啉的，真正有够好啉的。来，两个。哎呀，你这，来这拢一些鸭子的内脏嘞。哟，哎，啊放来。哎呦，这我拄仔看到这肝，我就已经记载袂掉啊！你知影？心啦，嘿啦。哦。哦，啊这较无共这加减，试看卖。炭烧。感谢，哎，慢用来。来。这个汤头应该全台湾我饮过，这是第一名。哟。
而且伊是早顿就开始有咧做哦。我就是食完因兜的当归鸭了，去别所在食拢食袂下。主要厉害就是因兜的这个汤头，伊这个汤头就已经掌握一切，还佫有这个肉的卤汁。诶，莫怪讲这个看，遮侪人捌来过食。有，来南国啊，有无？菜在南国啊。啊，这你啊？有，这你哦。迄是小黄旗。诶，其实你这张看起来做成陶喆有无？哦。有成陶喆呢？较早散的时阵，真侪人讲我参有陶喆，即马大块了，大家拢讲我参有陶器。有，安尼。你来个婚宴来个好买的人，一定爱来食一间。绝对袂有你失望。而且吼，你若汤啉无够，过当加汤。安尼吗？哇，你甲问看觅，这间豆油锅是倒位的？应该做的吗？梁哥啊，恁豆油锅是家己做的吗？这啊。系啊。这。豆油是了，咱遮在地，在地嘛对无？在地50吨啊。好这哦，食看会下无啦？会下啦，太下。这个南部，这个算个南部口味啦。我讲这口味吼，你若讲北部恁食较袂遐。恁若这口味若伫台北咧卖吼，我讲逐工排队。真诶。照锅法都去做啦。啊，这个锅法就是你的商业机密就对啊。嘛无讲商业机密啦，这大家若汉了拢知影啦。这锅法是为爸爸传落来，还是为阿公老爸迄阵做过中药房的啊。哦，不怪啊。哦，安尼又不怪啦，嘿啦。啊，到尾创业了，先去做机械了，到尾就是讲，这都互家位通做。哦。啊，就用阮老母落去做。啊，做了，到尾咱这纺织业一直没落去，一直落来。啊，怎专心怎来经营这样？哎啦，我讲这个吼，就种算讲是传承啦。因为讲爸爸传落来，所以这好的口味哦，啊一直留落来。真正是哦。哦，咱这个好买王家当归鸭肉面线食了啊！即摆我带你来阮兄哥遐，阮表兄啦。啊，恁阮阿哥大汉后生。哦。啊，伊原来今年啊70几啊。70几岁啊？啊，但是伊看起来看袂出。啊，就父执辈，阮老爸。伊72啊，伊72啊。安尼就是到因为我强要60岁啊嘛。啊，伊差不多70几啊。是。嘿啊。啊，伊伫即间或者新浪广播电台。做几年啊？吼。35年啊！35年哦，而且35年啊，大先辈呢。系啊，因为我伫咧做电台嘛，做电台。我做电台做足久，嘛才做20年。我讲今仔来个好买，我若无去这间电台甲挨杀一节，万不离看到节目若报时阵，我他妈死！啊，大弟，我看到迄节目哦，台志远有来好买呢，啊，咱都无来去迄电台甲你挨杀一节。哎，毋是恁小安尼哦，吼安尼，吼你小等下，我来处理一下。啊，那个啥好买哦，啊，算免去好买上界出名的这个新浪广播电台99.5，先去甲看卖啊，嘿啊。我兄哥讲，我兄哥等啊。恁哥哥，系啊，哇，看起来个72啊呢，看起来算够少咧。72，OK，OK，好来，兄弟，哥，哥，敢有遮看啊？小看，小看，我刚刚兄哥汉字讲台语呢，后变见面讲台语啦。以前阮拢是讲国语较侪安尼啊。大长你好，你好，哇，看到大先辈。安尼，我今日哦，因为来个好买吼，一定要来你遮挨杀一节。我若无来，我连袂去互伊个拍死。我甲你讲吼，今仔日是你，你讲，阮电台30年，从来无交其他人，这你知？拢无。我都头一遍，我都头咧咧做我家己。哦，安尼，我家己。你看，即间毋捌去用翕过啦。真正。干那讲我来尔，对。
移华民主安尼啦，嘿啦。伊我讲两遍啦，我讲好啦嘿好啦，好安尼啊，是我甲你讲两遍，还是你甲我讲两遍？你我讲的啦，你都反正真卡电台嘛，哪有什么真卡电台哪有什么好看的？对吧？看者既然来，互恁看无。好，来，看者，来，看者迄个因的电台啦。来，这边哟，哟，哦看你偌久无来啊？哦，真久无来呢。我想起来，你想看？因为我看到迄新隆广播股份有限公司遐，我就想起来。真正是新隆广播电台。你看，农药使用手册。这是农药啦，恁这册都甲农业有关系呢吼。当然啦，免讲迄专业的就农业的啊。遮拢是啊，遐拢是啦吼。另外一个一个所在坑袂落啊。哦，真正专门科呢吼。是，看你比如讲着政府的问题啦，报产的问题啦，啥物吼，拢伫遮。因这是等于讲用文字嘛，阮就是用讲的嘛。用讲的。我后来才知影讲，迄个植物的代语吼，叫做食物，对，食物的真侪人讲啊，食物啊都唔对。台湾人真侪代语讲了拢无正确。无正确。有影。笔面、片面、拍写笔面。笔面，应该是笔面哦。阮还有台语字典吼，应该是笔面，无论是对这种的笔面，不是片面。反正大家讲了片面就片面啦，无哦，这嘛是种自然的演变啦。所以咱新隆广播电台基本上嘛是一个全台语的电台。全台语。我甲迄个台哥两个。转来这个好买吼，除了来甲你看，以外吼，感谢。上最这集是来看你安尼啦，对啦，我是安尼啦，我这老酷无啥物好看啦，对不对？看你少年，然后我还去看一个正辉，嘛是少年家，听讲足厉害呢。当过名啦。恁两个人是自细汉就真正你是伊的表兄。废话，免讲自细汉对。我是伊表兄，但是甲你讲真个，伊伫遮，阮比亲兄弟也较亲。对啊，吼，因为真细汉。伊就捌伫阮兜大过，我读大学时住伫因兜，阮兜啊，吼，伊读大学住阮兜时，我足赌气的，你知影？我足赌来阮兜的啦，因为我过日子过了好好的啊，伊来表嘛，你知影意思？我带我佚佗呢，只干嘛那个，你有没有？你有安尼，这个细汉吼，到阮一个阿嬷，因阿嬷，我的外妈，这个阿嬷吼，毋是讲关阮这两个家庭尔。迄阵啊，对大陆过来规棚人吼，交阮爸爸交因爸爸有关的规棚人，拢叫这个阿嬷，拢叫妈妈。安尼哦，吼，因为伊确实是一个妈祖，一个菩萨，伊煮菜吼，个小就小的这老脆烂，吼，简单的菜哦，真简单，口味这一世人记会掉，包括伊。以前我哪搞食的，大概讲着，伊讲我你较搞食，你讲着。阮兜就做搞煮的，阮阿嬷也搞煮，阮妈也搞煮，阮爸也搞煮，因妈也搞煮，因爸嘛搞煮，嘿啊，姨嘛搞煮，嘿，阮阿公，阮外公啊，阿公啊，阮阿公嘛是总铺师，大舅总铺师，二舅总铺师，规个伙拢做这，你看，我就。坐遐食就好。啊，台长，你知影恁小弟是歪喙鸡无？迄是后手，迄是后手，迄是后手吼。早期就知伊足搞怪安尼尔，吼，这是真正好不容易去找到这张。这阮阿嬷啦，这就是我讲迄个菩萨。这我，这阮哥哥啦，唔是这阮啦，这我阮哥哥啦，阮二兄啦，二表哥啦。台长挂目镜，这是你哦。对。哦，你做引导的呢？足好读的啊！大学1年的时阵，有点很好，大概。你当初我看没有？我伊中我13岁嘛。中班，小学1年级。小学1年级吗？小学1年级，你迄天心情无好呀？1年级对。会当遵命一下无？免。我看这个囡仔，先打马赛克，囡仔安全，唔通抢，知影讲伊是啥物人？伊都看着我拢是安尼啦，安尼哦。我看没？你家己小看，你家己迄天的心情偌歹，你看你的表情。其实心情怎呢？那行我后边安尼啦。听讲，恁今年差不多是过当年是迄个1月初过世是35周年的。30周年，我民国84年成立，这拢是一个因缘。我是无名其妙入来，我只是人。拢写无名其妙的啦。属龙岗乡我拢舞过，
啊，媒体电台我完全唔捌。吼，阮头家讲，拜托，我要开电台，你也讲，我平常我完全袂晓啊。我要创啥？伊讲你来听我管钱，我听到钱马上答应。来到遮，一工两工2礼拜过，这电台我1个人。拢无人啊。讲到婚姻都无人要来。所以天下事拢是相对的，恁拢无来，天下我的机会我的。我对头开始学嘛，对人开始学开始做。所有农改场，所有遮大学有关农业课程，我有时间就去上。哪上哪学哪。真正就无简单。豆，较发觉讲家己较体会讲农业，确实是一项太济人无了解，包括遮农民。对。但是对农民来讲，伊永远看在伊的技术。我这边种会好。这是伊上个关心的。有啥物虫，有啥物病吼，有啥物困要处理。伊逐工咧问遮。问题。逐工咧问遮。但是我拢一直甲因讲，农业毋是农民的代志，农业毋是农委会，即个农业部的代志。农业是所有人的代志，是大家的代志啊，大家共同的代志。你遮消费，咱遮消费者对农业、对农产品本身若无了解，无一个尊重。尊重，这就是上来做。因为你无了解，所以你无尊重。我就反正出钱就通买，买就通食。讲了，但是你无了解农业的价值嘛？我再问一下，恁遮刚刚毋咧讲，我会讲你即马巴拉上透水1000话，安怎透啥物，话无的。这吼。除了咱农民在听以外，有少年兄在听无？所以这就是我这几年以来哈，差不多近10年以来，我尽量想办法要将阮的从农业这个题目平均化，互尽量互较侪人知影。我真久无踮伫咱的这录音间内底主持啊。是，来哦，准备哦，来，1、2、3，开始。你即摆收听的是？歹势，我无字条。要开始无啦？要开始无啦？我手骨气啦，歹势啦，莫出错啦。这毋是阮兜的电台，我开始。来，1、2、3，开始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你即摆收听的是 FM 99.5新农广播电台新农补给站，欢迎大家热情收听。以上节目是由咱这个泰戈 City 泰戈城市所来这个赞助播出。第1集，咱要甲大家来讲的，就是这个肥料是要安怎使用。来，咱各位农民好朋友，是为什么要提悬咱化学肥料的使用的效益呢？一般来讲，为什么？来讲为什么？一般拢有人敲电话入来。歹势吼，我是住伫咧迄个吼溪边溪州迄个细蛋的啦。阮大咧，你真久无敲电话入来呢。我今日要讲说，是为什么要提悬咱这个化学肥料的使用的效益啦？你有啥问题要问啊？无要紧，你问。就是讲哦，迄个肥料吼，是要用倒一排较好啊。用倒一排哦。谢谢吼。因为用。好啦。已经电话切起来不要紧，但是呢，我原来会使甲回答啦。来欢迎台长来，台长来，主要去棒球啦，棒球放较久。棒球就嘛算一种肥料啦。嘿啦，即摆要问者，咱这电台有推荐咱的农友吼，什么牌子的这个毋是农药哦，这个肥料较好啦。这袂使讲，这讲就算广告。袂使讲，我就讲袂使讲啊，算广告啊。但是，阮电台这久以来，阮所推荐的，拢是交别人无相共，拢是针对着特别的需求。阮这袂使讲，正经讲，迄袂使讲肥料啦。要讲啥？营养素。营养素。营养素。主料，这就是阮电台在整个台湾农业的这种发展过程，阮电台有几个代志吼，做了讲了比别人较早讲在前。好，无怪在恁遮主持就要先来读这本吼肥料使用技术手册，这是恁算讲是入门科的、入门科的就对。迄是阮主持人，依照农民朋友问的吼，伊甲收集一个吼，因为农民朋友常问共款的啦，干脆伊互恁讲。上常问的是啥？
应时，上即句吼，上即句，上最近吼，最近进托马多，今年进托马多，大家爱袂叫我。吼，为什么？毋是白肠，啊无就是叶啊会黄，吼啊，就是这问题。即你讲，如何正确使用安肥？安肥哦，安肥是啥？安就是小便啦，药啦，小便出来有无？大便小便。所以头拄仔大便就是去甲安肥甲写出来。这要讲真正我看个头壳拢无。讲袂你看，尿素都是 NiNH2 括号 2CO， 这啥？这啥？这像看有？这化学你敢有看有？我看无，看无吼。哎啦，下面叫做碳烯二胺呐，碳烯是啥？碳烯就是碳烯啦，嘿啦，哦，嘿啦，就是碳碳讲烯啦，碳讲也未看死进前，你着爱先甲食掉啊，因为看死着做歹食啊，嘿啦。所以恁讲着这真一人问阮吼，恁讲这农民朋友敢跳舞？对啊，你讲深这深的物件，你还讲看咩？拄开始真正因听甲无啥嘛。对啊，啊，但是阮就是会用这每一个细节吼，用上简单的方式互人知。对理论开始讲，所以一定要互农民知影对理论了解，伊才会了解这代志是安那好，好伫对，伊伫用才会甘愿。来，你即摆收听的是99.5新农广播电台，各位农民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台志源。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大练的。即摆来到这个电台呢，要甲各位呢报告一个好消息吼。咱伫咧这个2月15开始，咱伫咧咱的公司的台语台，每拜六暗时8点。有一个非常好看的节目，叫做来去恁兜洗婚书，哟，来去恁兜洗婚书是啥物意思啊？就是来去恁兜去洗身躯的意思啦。安尼，嘿啦，像咱洗身躯就洗身躯，较会咧叫做洗婚书呢？这是宜兰当地一个特殊的讲法，一个讲法啊，这是宜兰的口音，叫做洗婚书啦。是讲泰国，为什么？宜兰因拢爱讲一寡甲别人无共款的，因为宜兰的以早吼，人家就是真侪的文人雅士，踮在迄个所在，所以讲话啊，拢足文雅，较文雅啦。洗婚书的魂就是咱灵魂的魂，书就是舒服，是舒服的舒，婚书就是这意思。所以就讲洗了灵魂会足舒服的，足爽的啦，足爽的啦。那宜兰真侪腔口，敢咱拢无相像啦。譬如讲，咱这个蛋粪扫要安讲，叫做黑界啊，黑界啦，叫做黑界。摕恁蛋粪扫去黑界啊，黑界啦，吼，黑叫啥？黑叫做戏吼哟，唔是我袂记啊啦，哈肥，八啦，我这种都是八哈啦。你啊看，用宜兰腔足歹记的，你知影意思无？我所以讲这足深色的，是啦。咱这台语各地方的这腔口拢无相像，是。咱得一半句要先学起来，对。才知影讲因是咧讲这，所以讲啥物食卤卵啦，迄个目睭放互关关安尼。食肥配卤卵，安尼啦，安尼。这个食这梅啊酸酸，会记哦。拜六的暗时8点，一定要收看咱的公司去恁兜洗婚书。公司台语台，请大家准时收看。谢谢。
哇，我咧行这个铁骑路，安尼应该是无要紧嘛。这敢若迄个较早咧拍迄个 MV 有无？哦，迄个走在铁路旁，好吧，安尼好啊。对，安尼就好啊嘿。我，看仔，你看，你有看到迄无？迄烟筒讲，迄烟筒讲，嘿，只要你看到烟筒讲，就知影讲，迄是一个都市吼，当初迄个经济发源地的所在。安尼吗？毋过迄支烟筒讲，嘿，因为前日昨晚讲大地动断去，剩一半，剩一半。迄原本是本来我等，本来我长。哟，所以这个好尾汤厂啊，这边吼，以前较早日本时代的时阵，有人咧讲，迄个叫做第一公种甘蔗互回社帮，你有听过这句话无？哦对啊，种甘蔗啊，去互迄落回社遐来帮讲，你即摆是几斤几两安尼啦。对，大个我绝对会报互你知。哦，你看诶，嘿，伊头前咧写这品质爱精益求精，成本爱低，国再低，是要偌低啦？啊，我真正有够可怜的安尼啦。而且这个吼，汤厂吼，还有一个吼主管伫咧遮咧等，安尼哦。嘿。啊，厂长你好，哎，厂长你好，欢迎欢迎欢迎！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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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今日来遮参观阮好尾糖厂的好尾糖业博物馆。这是算讲是文物馆啊。哦，已经变文物馆啦。对，文物馆好尾糖厂吼是为1909年就开始啊呢。啊，开到今啊，哦116档，116档诶。啊对吼。我住入来时阵，迄个门口的迄个算讲警卫吼，甲我讲，恁爱注意哦，3点半左右吼，才会迄个火车会经过。啊是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阮好尾糖厂的火车主要是载甘蔗，载甘蔗嘿。吼，车帮要出去，拢是透早固定有2班，8点至8点半，这2班，哦会出去。所以咱好尾糖厂是真正有咧运作。因为即摆有即台湾有足侪迄个糖厂，其实有的是变做是一个观光的所在尔，无咧运作。啊，恁遮是有咧运作。咱台湾是生产甘蔗糖，好，啊，但是中国古早有一句话，叫做柴米油盐酱醋茶，对，无糖的，内底无糖哦，无糖哦，是为啥？啊，以前人无食甜无糖是毋是古早无甘蔗？哦，即摆就是有这个问题哦。我毋捌想过这个。嘿，对，啊，一寡历史学者因有去研究。甘蔗的原生的所在是伫迄个巴布亚新几内亚，就是靠着因遐原住民，古早讲叫做南岛语系的原住民，再来到越南、缅甸、印度、中国、台湾、日本、韩国，甚至澳大利亚甲中南美洲。啊，咱台湾过去的做糖是安怎来？就是荷兰人占台湾的迄个时阵，就自迄阵为大陆引进足侪咱台湾的汉民族生产糖卖去日本，清朝嘛继续，啊一直到日本人来进前，咱台湾的做糖生做啥物款？就是看这种相片。哦，啊，这是好，咱这个好尾糖厂，就是咱台湾上古早做糖的迄个场所，较早讲叫做糖铺啦，用人工啊，根无啥物规模啦。好，啊，过来进入到我这个好尾糖厂啦吼。1906年，台湾总督府要来设糖厂时，这个所在是云林土库街上边界的这个所在啦吼。啊，所以讲这个会社当时要来遮设厂的时阵，伊是请一个英国人来遮做规个厂区的这个规划。除了有这个工厂，佮包括有宿舍区。邮路设施、市场、病院、邮局，学校，算讲哇，已经变做是一个小型的都市啊！对，生活机能算足好的一个大社区啦。就变做是讲，伫遮上班的人，伊囡仔会当伫遮读书啊呢。所以讲，迄阵就是足多日本人有啊，因就是移民来遮啦，来遮伫做工课。是。所以讲除了遮这个设施以外，
吼，这个火车沟建设迄个5分啊火车的铁轨路，哦，5分啊车，对，连到未了大西一寡较早足偏僻的所在，就是因为有这建设了先对无，百姓呢，就靠这个交通的设施无，足紧呢，都集中来到河尾，所以讲台湾总督府搞河尾升格啦，吼，叫做河尾郡。哦，河尾郡。他拄仔介绍讲有爱河尾藤厂对河尾鸡啊的贡献。即嘛就是讲，你会知讲一个藤厂藤做愈多，会另外产生另外一款的副产品，什么物件？藤蜜。藤蜜啊。藤蜜这个物件吼，伫日本时代时阵，因就会晓利用藤蜜去制造酒精。用藤蜜做酒精哦。我唔知。对。所以讲伫日本时代，就是因为河尾藤厂藤做愈多，藤蜜产生愈多，所以讲因就用藤蜜去做酒精。这个酒精会当做到后，会当互飞轮机去做燃料。所以讲就是因为安尼，台湾总督府伊算讲伊进入去到迄个太平洋战争的时阵对无？知影讲河尾藤厂有即款的物件，所以决定伫河尾才设河尾的飞轮机场。是安尼。这有一个飞轮机场。所以讲，有美军拿来空袭的时候，一定来空袭河尾藤厂。看到喙你看。你看边啊呢？这是藤厂以前的相片。藤厂还以前迄阵空袭了，阵在边啊呢？剩2支烟筒啊呢。所以你即摆看到河尾藤厂吼，是民国34、5年阵决定起来。迄阵来空袭的时候，阮就会放这个，大家讲叫做淡水嘞。淡水嘞，对，什么叫做淡水嘞？我放互你大家听看嘛。你。这个有刹车了哈。我去看没有？这完完全是真正日本时代留落来，来就安尼嘿。安尼。对。安尼。哇！这内底佫有一个洞啊。对。有洞啊在内底。这真正是迄个空袭警报较早的迄种声音呢。对啊。正讲就是对家传出来。看电影的时阵有看是这呢。对。这有影呢。哇！34年台湾光复了吼，迄阵国民政府决定，伫民国35年，就是过顶年，伫上海成立台湾糖业公司，去外销国外，为国家赚外汇。较是有影哦。迄时阵公司佫设立伫咧上海哦。民国60年进前，台湾的外汇，现在用要80%，拢是靠糖。这是实的。当初6岁时阵。对。民国60年呢，我伫顶死啦。对，你讲要靠外汇为国家赚，伊这利润根据讲个国际团价，只要国际团价完，阮台糖公司卖出去的外销的糖，赚的利润都会完。你若讲直直落，就参像讲即嘛。咱台湾做愈多，就是要愈多。全世界即摆都是我头拄讲的，我67年入捌糖厂要25间，即摆国家剩2间。系啊。进前有一个成功大学的生囡仔听着我讲解到遮有，伊就随甲举手，收起来就好啊。你收起来就袂了，听起来是足有道理的啦。但是我讲，糖甲盐是属国防的食品，准也是讲了钱。阮嘛是继续。继续做啦。对，是安怎讲呢？是行万步离了，咱台湾吼向攻击啊，有发生着天灾地变啊，震惊啊。万步离了，规个物资拢去用封锁伊。咱台湾内底，若个有一个做糖、甲做盐的这个产业，伊会当讲有一个上基本的，人讲叫自给自足的这个能力。那食伤咸，你食一块糖。对。食伤甜，你要淋一块盐，对安尼。对。这两卡，就要继续留。
经就是保留一寡过去甲做糖有关系一寡文物，哦，文物啦。啊，过去上古早的这电话机啊，这种查的，哦，啊，较早电脑还未出来的时阵，有英文打字机 typewriter，yes， 啊，个中文打字机，这嘛是打字机哦，这嘛是 typewriter 哦，这中文的，这中文的，一字一拍安尼噗。这我唔捌看过甚至较早还有科钢版有哦，这手摇式的印刷机，哦，油墨，你知？哎，我较早为着要成立这个文物馆吼，走去一寡关厂的糖厂有去遐甲搬这个电话交换机。什么叫做电话交换机？敲电话吼，无像是讲即嘛遮尔方便。较早敲电话一定要经过这个交换台。啊，较早电话先做啥物款？就先做安尼。你若要敲电话，就是要写这个，哦。啊，咧写信吼，会产生一个信号，会传来到这个交换机，会号码牌啊接到这个信号了先对无？伊就会落落来，伊就会去问这个敲电话的人，某时某时，你电话要敲到倒位，要接到倒位，哦，我讲拜托你接伊到台志远引导，听到台志远引导3字符吼，就足欢喜的，马上就甲插落啊！哇，即工就甲插落啊！就接到阮兜来，接去恁兜。那种问题是台志远敢知影讲电话来啊？唔知影。唔知哦，就是台志远因兜的电话无亮啊，还是讲阮兜无台志远唔知影讲要来接电话啊？哦，安尼变怎？伊就会里头前这黑色的，吼，这个吼，和台志远因兜的电话亮甲台志远来电话举起来。哦，什么代志？安尼有一个你捌试过？对，啊，咱电话才会通。安尼无用的是中迄个接线生的吼，这化线啊。啊，即摆台志远讲甲喙烂拢全破了，先对无？电话嘛是会讲刷，吼，啊，问题个三星啊。这个接线生唔知讲台志远电话讲煞无，安尼要安怎？安怎嘿？伊随时拢会监听，听看嘛。啊，你是讲煞未？安尼，安尼走安尼哦。你后壁遐有一台火车头呢？这台是这是5分仔车哟。对。哇！这台5分仔吼是改装的，顶关站唔是柴油的，是用汽油的引擎落去改。哦，即摆敢有咧走？即摆无啊。无啊啦吼。即摆无啊。无咧走啊。所以恁这边敢即摆敢有5分仔车咧走？有。即摆敢有？货尾糖厂啊，佮完完全全保留日本时代吼迄款制糖的方式。有5分仔火车去农场载甘蔗，入来糖厂才客糖。等一下，若有听到声的时阵，我就咱冲水，咱就要冲水。你好，有够长的啊！我头一摆看到这个，原本是想讲是120万呢，结果唔是呢，几排安尼，哇，足壮观呢。哎，我若要看这个，就当然存家呢，干哪只哦？即马就爱去种花，哦，这个叫做洋桔梗，洋桔梗呀。你
你讲迄个少年啊叫阿忠，哎对，阿中，但是这是阮兄哥介绍讲，因老爸叫陈国民啦。啊陈国民哦，嘿，国民啊，国民兄应该是因老爸吧？哦，这间吗？头前，这样。看了，哎，这间啊。哦，这大间的呢。大阵仗，人啊遮济。哦，迄规家族拢出来甲你迎接。好，到位啊！哎，这个遮侪人，哇，哎，欢迎。六，阿舅好啊你，你好，哇，你好，味道好，我是大弟，那个阿舅好来，来，哇，小朋友阿舅好，哦，那感冒哎，点名洗头，爱注意，啊，我先，礼拜小先放假，欢迎，拍死。我跟你讲，真正吼，因为咱是今仔日吼，是专工摕这位青年才俊阿中啊，对。啊，我是要来找国民兄啦。哦，是安尼。哎呦，因为阮兄哥介绍讲啊，你要去当国民兄哦。你才会知，我去因兜几啊遍啦。我甲我讲安尼啦，这拄啊好诶，这拄啊好。所以讲我要看是顶一代啦。好。阮讲的，咱讲的，我2位。安尼去，安尼啊，这个时阵唔免去甲人家少年啦。免去这吗？免。啊你是我是要找阿中，阿中啦，对啦。阿中是恁大汉后生，嘿，是阮大汉后生。哦，是。这位是阮二兄。二兄，哦，二兄，你恁两个大家族，大家拢做伙大嘛，还是安那？因为是阮妈妈吼，即马算讲住咧遮，阮二兄伊是住台北。哦。啊，伊即马算讲退休，有当时拢会倒来陪阮妈妈。阮妈妈今年93，你甲看真好啊，够幸福的啦，真诶，福气。啊，这位是第二后生。啊，即马我那在厝的斗相共。啊，这两位是。我细先啦，我因阿嫂。哦。因太太。当时啊，嘿啦，你大细先来当时啊，看到恁来就紧张。OK，安尼拢介绍好啊。咱来开动安尼啦，开动。越南春卷。哦，粤式春卷。哦，粤式的。为什么有粤式的咧？因为阮这员工是伊是越南。哦。做食这，互咱品乓者。哇，唔过讲哦。为什么阿中你安尼，这少年就对这做农业这么有兴趣？恁兄弟啊，带两个人应该有别项兴趣吧？我细汉的时阵对农业较无兴趣，是高中的时阵，阮爸爸甲成立这精品园艺，伊的管理就甲古早人的管理无共。因为古早人是经验，就是爱摕犁头伫遐做工，犁场伫遐做工。犁田哦，犁田，是讲艺术啦。爱去互人去提점。对，伫遐做工课啊，所以伊就讲爱用电脑的数理去管理一间农业，就是你温度、湿度安尼偌济，我就会使照迄电脑安尼。规个记录啦，落去行咧。有记录安尼就我都去管理，做好管理公司，安就有我都周年生产啊。阮今日周年生产就是阮逐年就是拢有会安尼。啊，你迄当中会烦恼袂？讲伊拢无兴趣。啊，无人接。即马这个社会你嘛知，咱嘛是爱尊重着囡仔艺术啦。是啦。但所以互伊去选择，尾来就感觉讲，这个农业，甲咱所想的可能无共，伊就开始渐渐兴趣出来。对。因为一开始农业就是因为我透早伫咧厝做嘛。按时去读册足忝的。一开始我无兴趣的时阵，我按时就是会较无兴趣，就是因为开到家己足远的啊，40分钟。我知。啊，开就开去别个所在。我知。所以别个所在，开去迄个网咖啦。迄当阵是甲人去参详代志啦。哦，对。拢是讲啊，种读册那读甲认真，拢。嘿啦，网咖处理代志对。大四的时阵就休学。阮爸嘛叫我去日本。
去遐打工，去遐就是嘛是种洋桔梗，做了我转来，转来时阵，迄时阵你就开始了解农业，你就那农业遮尔侪物件你拢毋知，所以我讲转去读册，所以阮老师拢讲我伫个学校读10年。因为你真正有兴趣的时阵，你唔甘讲爱毕业。像讲我迄个台艺大，我嘛读差不多7年，延毕。读迄个台艺大医学院啦。我老师嘛是在做医生啦。我老师嘛讲我读医学系，对无？对啦。但是无要紧，因为你若讲真正有兴趣了的时阵，就去读哦，就会较认真啦，就较无共款啦。我刚刚听到什么声内底？妈妈要哦，那是阿嬷的声音我妈妈，有没有出来？我妈妈会搞单这个金嘛？有，安尼哦，安尼哎呦哇！单个金你卖要？我大概爱30就好啊！哇！我有听到声，安尼吼，可以使吗？安咱去邀请一个阿嬷。我叫妈妈出来。哦，哇！阿嬷你好，阿嬷你好，哇，行了真好呢，袂歹，啊，伊也要搬来坐一下啊，好，伊啊你啊，搬来坐一下，来，嘿，哦，这块哟，这像，啊，这我第一海长来啊啦！你讲啊，海长嘞，你知无？你有欢喜无？我唔知。95岁啊吼，你唔是？妈妈，你捌看过我咧电视无？我咧电视的。哦，安尼嘿啦对，伊咧冰箱的啦。阿嬷你好，嘿啦，我叫大练的啦，大练的啦，伊唱歌，其实我是萧煌奇，小，你给我从这看者，你等几工啊你？哦，你给我从这看者。有啦，还唱会出来吼，会认的啦。有，阿嬷的表情呀咧。在行看，你大家看迄个啊。歹势，今日甲你交叉呢，歹势。妈，你欢喜无？有啦哦。你来滚来，进来哦。谢谢。大来。这是我们家的私塾。哦，谢谢啊，妈妈。你爱较常看我的电视哈，迄个台语台啦，吼。公司台语台啦，台语你到时阵你会当看啦。嘿。哦，伊也无出来阵，你会当看。阮妈妈即马呢，阮兄弟姊妹大家都拢会倒倒转来。对，凝聚力拢要足用。听讲恁即马做的物件，佫种的迄个洋桔梗，即马佫会当烧去国外。烧日本哦，一直在烧吗？一直在烧，15、6年有啊。15、6年。啊，日本人是算讲安做认真的呢，什么代志拢一项安尼。看了足详细安尼呢。对，因为日本人你开始咱讲事实咧，伊对咱无信任。你敢若讲你要卖伊面啊，你有洋桔梗啊，你想要卖伊，伊当然有兴趣。但是你要卖伊的时阵，伊当然对你讲啊，你的能力较倒，伊嘛不知。所以我头一摆去，我炸样品过。炸这样品过，你是毋是去海关的时阵？爱检验，检验嘛。对，检验啦，咱一定爱去检验。对。啊，摕着检验单甲通关。是。啊，怎啊是我用手干咧？啊。炸过，哇嘛真高工呢吼！我感觉迄阵啊小可戆大，啊但是皮抓。我有当时以前我咧网络咧拍的时候，我拍一款医事系列嘛吼，各行各业，尤其是农业的部分，我就讲做农的人吼，安怎讲足辛苦的。啊，你若讲趁钱吼，你一年拢爱看天啊，趁偌济你也本来你也毋知影，今年有了啊无了，你原来毋知。啊，虽然讲即摆是有科技啦，你有啥物？方法是用计算的，但是你计算了，落尾你也是计算袂过天啊。对，天嘛那是讲风灾来者，风灾来者你就损失。对无？我就好奇的呢，恁政府敢有受到这个风灾影响？其实吼，农业内底要趁钱，风险是一个上大的变数。嘿啦。所以你要哪降低风险，你的利润就跳起。我以早定讲，这是一个跷板吼。你啊风险我就降低，你的利润就跳起。啊，你啊风险永远拢是伫悬呢，你安怎做，你就是利润就是走袂出来。袂堪咪一边的啦。但是佫有一个疫情啊，疫情来的时候啊，迄当中没当外销嘛，内销也没有啊。
哦，因为可能你甲人讲杨杰跟啥，人讲迄是啥，迄道一个。人拢唔知影。结果我转来啊，阮小姐你讲，要安怎较侪田吼，拢爱喂掉啊，拢爱烹掉。就很多有爱心的人啊，就是说看到说啊，现在疫情这样子，那么都很帮助了啊，然后就是新竹科学园区。哦，甲恁买安尼，哇，就是大家互相家己的产业互相斗相共安尼吼。啊，其实每一个危机啦，吼，拢是一个转机啦，算讲安尼。啊，所以迄阵啊，怎啊开始行入迄个叫做网络电商啦。哦。啊，阮早囝早就互伊去。迄是你用的吗？网络上就侪人在问诶，用 FB 在问啊。哦。啊，你讲即条生意可能会使做安尼。嘿。哦，安尼哦。啊，你有咧做啥？做农场。哦，你照顾农场，喷油啊，迄拢伊拢会晓。哦。伊算正切花，因为咱即马这内底有一个种苗部门，就是养殖场的材啊。养殖场的材啊，因为要发这个材啊，有足困难的条件。安怎讲？因为伊对气候要求真悬，足悬的，伊就是爱伫15度到25度这个环境。迄种对。啊，所以咱早期咱台湾的养殖场的材拢是靠丹麦进口。啊，结果咱就是一直咧想讲，这个部分要哪起来克服？是。咱台湾嘛袂当完全一直靠进口啊。是啊，是啊。啊，所以伫这个过程，咱就是甲日本这边，因为有一寡接触，所以有一寡足侪日本的资料，咱拢摕来看。看了，咱就伫台湾家己来看要哪生产。尾后，阮怎用冷气房？用冷气房？嘿，内底吹冷气。成本足悬。成本悬，但是咱克服这个问题啊。啊，所以即马丹麦进口的无半丛。无啊，拢咱台湾啊。哦，啊，这个保险保的。哦。啊，所以咱参与着这个。咱台湾。对。Made in Taiwan 啊，吼。对。所以讲咱台湾的农民足厉害。拍摄，我大咧，我讲台话，拍摄，搞炸，够水的呢。这就是咱常讲的迄个土鲁古气球。嘿对。哦，因为这个日语叫土鲁古气球啦，就是养鸡梗。土耳其桔梗。啊，土耳其吼。土耳其气球。这是细蕊的花。哦。隔壁是大蕊的花。品种是同款啊名，但是无同款啊，这色水连迄个花蕊的大细蕊拢无共。阮品种拢有好名。拢有好名。对，像这叫做小粉飞丝。小粉飞丝。这只。英语叫做 fish。哦。叫 fish。拼音咩讲？FIZZ。fish。哪能？所以讲这就是观赏啦，咱用个看安尼啦。系对。哦，阮婚纱喜庆拢咧用，婚礼的可能用滚的，丧事可能用白花滚在用。是。这你要顾是安怎顾？就是逐工早起来是第一个爱做啥物代志？其实因6点就来啊。6点哦。拢上班。阮头7点，我1点钟尔。即摆已经10点了。观众唔知影你个讲。歹势。因拢超会升班花。上班会，班会，然后阮会等于包装场。哦。因为
到8点就出来啊，所以我拢爱等伊吹冷气。这内面可能温度比外口较悬。较悬，较悬是嘛？这内底温差不多拢是维持偌悬的温度。差不多即马内底可能有28度感觉啦。内底28。27、28，啊，毋过热天的话才40度。这个花伊是唔惊烧热。对。啊，毋过伊热天的时阵会较歹，无遐粗，就是伊的基骨无遐粗。哦。啊，毋过时间收的时间较紧，差不多2个月就在收啊。啊，寒天差不多3个月收。这会使收啊吗？这会使收啊。即摆教恁收好不好？好啊，当然嘛好啊。咱来这边，即摆你看吼，因为我这是细蕊花，细蕊所以咱来差不多5蕊以上才会使挽。你看哦，我手爱撑落下骹，来挽起来，吼挽起来，规丛挽起来，对，规丛挽起来，啊，然后呢，咱大家叶啊愈雕，动雕就好啊，安尼就完成啊。来，这有刺无？这无刺，所以 OK 嘿。有一个说法叫做没有刺的玫瑰。对。无刺的玫瑰，因为都是玫瑰。啊，来我来试看。试看卖。你会当帮我试看这张好不好？啊，手撑较落来安尼。加吼。对。用过挽的。嘿，再挽起来，对。真简单。真简单嘿。啊，然后就是安尼对，安尼落来。没事，为啥？加，嘿，撸了。对啊，对，安尼，就好啊。你是旧年有咧来遮？是我讲农业我拢做厉害。哦，我坐人看尔我就知。农业王来，安尼吗？对，感谢。农业王来。OK，谢谢。啊，无你打挽粉的。这张呢？嘿，这张对。是这张吗？对啊，这张。我感觉看，哦，对，哦，安尼啦，对哦。对。啊，这样就看，为这样开始。嘿，落来，嘿，啊掉。这样就可以了。Oh, I have to give the flowers to this lovely lady. Thank you. Wow, lovely lady. What a lovely, gorgeous lady. Yes, of course. English 腔。所以全部拢是人工的啦，落去改版的安尼。对，班会是班会拢係人工。拢係人工啦。即马大家咧种洋基梗这花，拢是用迄芦花膏。芦花膏爱用水用水安尼去种，啊，毋过安尼种的话，伊土用的量会较少，就种的花较拍无遐密。较无遐密。啊，阮是用迄只地讲的，用滴水的，电脑直接设定。用电脑。啊就我今日要滴几分钟的水，安尼，伊遐电脑就有1礼拜的量，我用偌济水，是，安尼就会省水啊。啊，若是用迄种我拄仔讲迄种高管，迄水就用是足济。这有算商业机密无？无，因为这是用迄以色列，因为以色列伊遐伫迄沙漠地，所以因用迄新水的。既然遮尔好用，为什么台湾敢若讲恁可能是独一无二咧做这，还是讲其他嘛是有人用这种方式咧做？因为阮一开始咧种就是用这种模式去用的。一开始，以早种是学日本，所以因的系统都无共啦。伊的温是较长，对。所以伊水可能遮甲后壁拢无共。像这类尾气。阮等伊会修剪，咱会等来阮的包装厂，阮有会修剪掉，啊，佮甚至这较细，阮嘛会修剪掉。安尼就，你讲遮啦，嘿，遮5蕊，因为我拢算好啊，5蕊以上我才要办。是，我做要求的，你知？我知影，哇，安尼即摆姊啊，我拢留咧，互你做。恁两个囡仔咧，拢缀你咧做这，对啊。你心肝内面有感觉安尼足安慰的无？有啊，最好诶，嘿啊。一开始嘛，毋知影讲要食无爱食。对，一直嘛是本来嘛是烦恼讲因若出去食头路，毋知。你继续做不要紧诶，啊，开始。啊，感觉因安尼倒来吼，因为爸爸老实讲嘛真辛苦啦，啊，因两个倒来帮爸爸安尼，觉得安尼有人好到。啊，你本来是想要倒来吗？我一开始无嘛对无？一开始无迄个。嘿。无啦，阮细汉的时阵嘛是有伫咧内底斗相共。国中的时阵讲，以前拢有迄种糖啊，足大只的糖。啊，阮爸讲按时去掠，一只1箍。安尼啊？阮按时去掠100只100箍安尼。就要趁钱，收费安尼。对啦，啊，过来爱耍电脑嘛是啊。系啊。一只1分钟。系啊。掠一大糖会使耍1分钟。安尼哦，会甲你规定啦。因为之前阮兜只有一台电脑，啊，足侪人咧分，啊，就看相掠个相济，啊，相对是咱时间较多。对。安尼。真正吼，爸爸实在是头壳太好啊，对无？对，即个对恁国中的时阵，甲恁当做员工咧训练安尼。嘿。这无形之中就安尼。
Nobody knows. 啊，这就是包嘿，装这阮的包装场。包装场。啊，阮大伙拢收倒来坑。我带恁老位，要互恁安尼吼，哇，帮忙修正，好不好？好好，恁会知影差不多6点外就开始做安尼。哦，辛苦辛苦辛苦。来，啊，即摆吼要带恁教，这就是阮的分级。阮这外销的花，外销的花爱有至少爱有2蕊花，爱有2蕊。啊，2蕊花我们以上哦，2蕊以上。你看，这有的色水小可较无遐水，啊有的安尼。嫩，啊，这开了伤。对，这就袂使外销。这袂使。嘿，啊，阮会分级，阮会来放伫遮。放伫遮。嘿。啊，分级是分几级？分2级尔，就一个外销，一个内销。阮内销阁有分60公分、70公分、80公分。哟，安尼哦。愈长吼，袂愈好价。对啊，我拄着留较长。对。哎呀，一定。来，啊，咱摕一支过来讲。你内行的。来，一支我摕起来。哦，你摕起来。哦，这标准的哦。嘿，标准的。啊，咱来打顶管这个3粒水的老咧。是。啊，打这个加标，啊就安尼对不对？简单。哎，啊，足简单嘞。好，来，你加看卖咧。我加1张啊，你看卖。好。这无效的爱加条，啊，这爱加。加落去。对。加哦。哎，对。啊，加咧加。对加加条就会使。对，哦，安尼就完整的。完整啊。哎，完整在。啊，我来加遮，阮会收伊的长度。比如讲，日本的要求是65。嘿，啊，阮有分。咱讲个遮。无，阮会伫遮线伫遮，阮会打65安尼加起来，安尼就是。现在是65啦。对，这60啦。这60啦。对。这70。哎，对，哦，搞。哦，安尼啦。所以这阿姊逐工拢是咧剪这。对。啊，个包装。透早拢先去产呢。印成版，啊，再来修正，最后包装。对。啊，出货啊。哎。啊，这阿姨差不多平均1点钟会当加偌济啊？你莫讲算这啦。我感觉因为咱2个人骹手足慢的，我想讲有一个平均的速度会当看。免平均。因为我看到这个阿姊，我拢感觉我家己敢若是中风，你知影无？我讲安尼豆仔剪安尼。你规气就讲我就好。我毋是咧讲你，我咧讲我家己，我嘛是咧豆咧上。哎呦，安尼好。系啊，所以日本的品管算讲是真严格的对啊，因为每一支摕来豆上安尼。对。对啦，足简单的吼。这嘛无简单嘞。袂使哩。这袂使哩哦。这爱留哩。这爱留，你你读对。不是，因为我是安尼，我安尼甲上，我看到这，哇安尼袂使，是安尼啦。我加多伤客。我惊你要大只加落袂使。无袂使，你袂使。你确定你头拄啊无红衣顺古尾吼？洋桔梗敢有花语啊？洋桔梗永恒不变的爱。哦，洋桔梗的花语，这叫做 endless love。endless love。所以日本人吼，因咧做代志是足认真的，就讲到底几蕊啊，伊就随时就抽查，啊，然后就要看讲，到底是毋是真的，有一比1中无安尼？对，啊，阮物件讲好，逐礼拜出，就是爱逐礼拜出。就是数量一定爱达标，因个量偌就是偌。迄个标准就是爱迄个数量爱完成啊咧。所以阮购的时阵会接订单，接日本的订单。啊，伊讲要寒天要偌济量，阮就偌济量互伊。阮是甲3张业者配合的。哦。因个3张业者，因是甲迄个日本的礼仪社啦，礼仪社啦。所以拢爱白加粉的。哦，白加粉的。嘿，而且白遐像鲜艳的颜色。恁这应该算讲是足靠目睭的。对，大家阿婆拢食叶黄素。哦。大家员工拢有买叶黄素在食。阮爸爸目睭较无好啦。是安怎较无好？是比如讲青光眼。哦，青光眼，啊，就是哦，阮母也嘛有啊。对，轻微的青光眼。无已经重度啊。啊，重度啊。哦，安尼哦。对，伊目睭会视野越来越深。会使，伊嘛水。哦，这就是以早伊咧看花的时阵，想过食迄个目睭的，才会安尼生啊。已经伤病啊，近视啦。啊，近视啊就唔知迄是青光眼。对你来讲，就是细汉的你爸爸咧做这，你有印象就是足辛苦的。对，阮一开始遮拢无起，拢是露天的。所以较早就无这个室内的这个部分。对，这是以前阮包头伫咧内底较细间，啊，即马今年甲起一间大间的。姊啊，恁这个算讲吼，对较早较近吼。
投资真济呢。哦，真诶，赚的拢一直落落，一直落落。赚的就直直落落啊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像讲遮所有的设备啦、空调啦，吼，啊，或者讲迄个一个温度啦。买吼，迄个洒水系统啦，这拢爱钱这拢爱钱嘿。哇，安尼投资遮济，你心中就足大粒的。足大粒的。阮爸心都较大粒，伊讲无投资无法度趁，就是讲即马爱设备啦。哦。啊，要互后一代做，就是爱用数字。哦。就是我即马我内底温度偌济，拢爱记咧。嘿。啊，毋是讲我靠经验，我起来看安尼收档，爱压水安怎？哦。迄是经验。是。啊，我即马我土壤就是即马湿度偌济，是，我就会使安怎？够偌济，先我家己互水，互伊去压水安尼。是，即摆用安尼去管理，安尼我就会使一代传一代安尼。毋过只啊，你头家娘，你敢袂惊？就讲无甲恁翁小主动一下讲，毋好啦，钱都别啦，还好，因为阮遮农会最好诶，拢会借钱互阮。哦，恁母啊心脏嘛真大念呢。哦，这就是吼，有人咧讲迄个叫做翁仔某共心吼，乌土变黄金啦。就变做是安尼啦，啊，恁两个人就共心嘛，无怪讲，哦，咧做即摆的即个，就变做是愈来愈稳定。啊，你即摆你对爸爸咧做，你上大的压力来自倒位？对你来讲，就是阮爸伊即摆伊的观念较前卫啦。哈，啊，伊颠倒是恁爸的观念较前卫，毋是你哦。我是对伊，啊，我即摆咧对伊的骹步咧行。啊，伊即摆你有私底下甲你讲过讲，你即马搁欠款啥物？啊，有感觉讲有甲你拍一下分数啊，是安怎无？伊拢讲我记性，哦，小记性啊，就是我做物件我收紧啊，啊，拢毋就是爱伊讲爱静落来，对，啊，家己想要安怎做安怎做。啊，少年人原本就是个性较着急，这嘛是正常的啦。系啊，系啊。你等下你搁过5年、10年了，你会愈来愈袂着急哦，因为你做代志就好亲像我甲大哥讲，愈来愈慢。啥物叫愈来愈慢啊？做我那么着急嘛，着急袂起来啊，对无？这毋是讲着急，这是安怎？这叫做紧事看班啦。哦，紧事看班啦，对啦。对啦，算毋知？其实吼，你若讲好好啊做，看啊做对无？步步踏踏安尼啊，哦，一步一脚印安尼做对无？时间若到的时阵，人就会来找你啊啦。所以讲，这计数毋是你定的，这计数是市场咧定的。啊，以前定这计数，因为你的物件有这价值，伊才会定这计数互你。哦。阿中是讲恁这间咧做米粉足出名，恁遮分入的人一定捌食过恁的米粉，这百面的啦，一定捌的。你知我几代无？第几代无？2代啊，3代。唔对，我第3代啊哈。哦，你已经第4代啊哦。第4代，这恁查某囝。所以查某囝，米粉的历史啊，这足清楚的。哦。足清楚的。啊，若讲4代来讲，应该差不多要晚100年啊。若讲起来，才要我100年。我100年，70几档啊。 70几档啊，70几档。迄当初是无一款的工程就。哦，无啦，迄时阵拢爱拍日头。拍日头啦。这是大汉查某囝，还是？大汉查某囝。大汉查某囝。啊，你算讲即马这个米粉厂是你咧换，还是爸爸咧换？爸爸嘛是占较济啦。占较济，像我沟通安尼。我甲咱讲，你讲咧。较早我是董事长对无？有。哦，即马我变厂长，伊变董事长。哦，安尼啦。无啦，内底即马足济迄类拢爱
少年的处理啦。这有因原来是啦，因咧政府嘛是啊，因政府第二代，啊，即马教伊咧做安尼啦。啊，你是等来厝诶做，是讲爸爸叫你留在厝诶做，是讲你想的要等来斗相共，还是？当然嘛是爸爸叫我转来，我就无想要转来。你无想？伊即个真老实诶，拢无洗安尼。无讲别。读册呢？读了就随转来，还是讲读册读了有做事了才转？我伫外口有食头路做一单，有助理。coordinator OK，no problem。阮迄时阵就是要开始要做有机的米粉，所以就甲我讲啊，无你转来盗用一寡文件的物件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开始的，对。你转来几档啊？我转来10档啊。10档啊？啊，你这较无简单啊。就毋知有几个迄个姊妹啊，还是讲兄弟姊妹？我搁2个妹妹。啊，即嘛是做这道吗？一个是。啊，毋过伊正伫咧外口进修。进修要米粉哦，进修米。市场诶。哦，市场诶 marketing。Yeah。我俩阵哦，伊是出国进修米粉系。你倒一间，我伫澳洲，咧学安怎做米粉。我咧想，你要去澳洲，不如去罗州。这是面线吗？这是米粉，这原来米粉，这是米粉。伊的糙米粉，你看这色的。哦，色水无同呢。这糙米的吼，糙米的。啊，这是一般米粉，一般的米粉。糙米。啊，糙米有人讲较健康哟。糙米较健康，有纤维，搁有迄个啊，内底各种营养分啊，微无啦。啊，伊讲这做起来会比这较搞工袂，还是安那？会了较搞工。这款的糙米会了较搞工，因为你米爱开始一定爱经米嘛，你有机的啊，搁来米种搁无共款。是。所以我当时是开始咧做有机的米粉的时候，坦白讲，失败足侪届。就安尼。因为米种无共款，你就无法度。因为这糙米米粉我头一摆看。我嘛毋捌看过，我嘛是头一摆。口感来讲，这甲迄有啥物无共？无共款就是讲，这个口感较厚实啦。啊，当然伊这食起来你会较。因为伊这有淋一寡添加物啦，一寡迄类，所以伊会较淀粉类迄款的啦，像啥物木薯粉啊，这款嘿，玉米淀粉、小米淀粉，一定爱，一定爱，阮这个纯的就100%100，百面丝的就对啦。哇，全部拢米就对啊。安尼真正这足健康的呢。这有机的安尼食落，可能这若讲消化足好，若有年纪的咱像咱啦，吼，咱较有岁的人食是毋是对？胃较好啊，是安那？伊这对胃较好，是毋是？这对胃较好。哦，啊，我就好消化。好消化，这好消化。啊，咱即摆是拢做这个，算讲大批发的，还是做小卖？我拢有。哦，拢会使全国运销安尼啦。啊，这有出国无？有。有。哦，嘛是有外销哦。澳洲、日本、美国、香港，拢有。哦。会厉害呢！无定对，你若讲去香港佚佗的时阵，讲哇，食着咱台湾的米粉，这有可能呢。是安尼？对啊。好，咱即摆过来进入阮的要食米粉进前，爱甲咱斗做米粉一下。好啊，当然咯，当然咯。咱捌做过米粉嘛？爱食就要先做。看卖啊！来，哇，这厉害呢！这是阮做有机米粉。咧，即摆你开始要差不多要包装啊，就对啊。无要袂成型。哦。爱称重嘛吼。爱称重。这边称重。对，这边咧称重。啊个你看，啊个拗，吼，拗起来，拗起来安尼。因为你这起来了，你袂使搁扭啊。袂使搁扭啊。要不然扭一下断。对，断去啊。伊这拢称好啊，这称好啊，这称好啊你。哦，这称好来，安尼两手安尼，哦，小可扭一下，或者无迄个无要紧，哦，因为这。有机的吼，伊较拢无淋什么，伊较会好。这个手就安尼落来，啊，但是我即摆我刷过这边啦。但是啊，安尼起来，你骑这台车，咱再骑这，来。等下你帮我用者好无？这来，我这里叫我用啊。无要紧，咱安尼就好啊，对吧吼？啊，你就甲拧起来，哦，安尼，呀，安尼，拗起来。哦，安尼扭。对。哦，安尼哦。对，来，安尼起来。对啊，哦，你看这嘛是黏了钱吧？对，遐小可掰者就好啊，因为迄水底就开去啊。哦，水底就开去。啊，你是自细汉的时阵，因为你是第3代嘛。嘿，我第3代。混好啊，安尼。哦。第3代，你毋着细汉的时阵，厝内面就咧做这啊。嘿，就咧做这啊。规个拢工厂，安尼规个生产化拢
机械甲即个科技来协作是？咱是豆豆来，豆豆加就对啊。因为咱开始做米粉算足辛苦的啦。是。做米粉是3点就爱起来。3点哦。3点就爱起来做这啊。为什么啊早？ 3点就开始要传。啊，3点就开始要传啊。啊，因为先仔讲3点就爱，因为你8点你就爱做好啊嘛。外口拍啊，无外口爱拍啊，啊无你做甲像你若做甲下昼来，因外口拍袂当。所以啊，抢迄个日头啦。抢日头对。这敢若伤大弯。较长，无你用较长。安尼啦，安尼样看，凹较短一个。安尼。安尼。啊，佮变倒转来吃，安尼。对，安尼你要开。安尼唔好啊。好，我试一下看。我听人咧讲，就新竹迄边啊，就是因为有九降风嘛。对。啊，因为风透，所以嘛真适合去用迄个米粉的砍手。所以咱云林即搭就是讲，敢有迄个风，还是讲？有啊。其实云林风嘛是风。嘛是真透的。哎呀，足透的啊。较早云林做米粉的有若3、4间、4间。即摆剩你这间啊，有，即摆迄个做烤鹅四哦，还佫2间。鹅四哦，还佫2间。哦。对无？咱都要去看工厂啥，迄其实拢会过程啦。上太出，你我有没想讲啊？迄其实拢会当人过，直接食就好啊。食就好，因为我闻到这香味，我已经制止袂掉。哎呀，啊，佮看到这迄个米粉，哎呀，这就是有机的嘛。对啊，咱都要用的就是这对，是咪咧？对。啊，这麻油鸡是你做的吗？边个？唔是。因先生做的。啊，你先生人，伊咧藏起来比起来。对，但你人较歹势安尼。对。这伊做的。对，伊家己煮的。哦。啊，你教煮吗？我你袂晓煮。啊，所以伊做有福气的。哎呦，安尼真正有福气的呢。真正是。哇。计了好啊。好，计了。安尼咱即摆来食看卖。好。啊，你会晓煮袂？我是用煮米粉呐。啊，煮米粉就下落就好啊。啊，这我袂晓煮啊，大家害啊。煮米粉啊。拢袂晓吼。啊，咱的这米粉啊，因为伊足够长，伊是糙米足够长的，所以咱甲米粉下落去了后，唔免一直甲拉。哦，莫拉啦。你若一直甲拉，伊足够长的。咱了解迄个一个。啊，头拄是头家咧拉，毋是啦。伊个饲落。我只饲落。哦，是安尼啦，毋是拉啦，哎啦。像讲过年啊，恁兜过年是毋是拢去食米粉？是啊，是哦，是啊。佮有啥物时阵？冬节时阵食盐啊米粉。哦，恁兜会食啊？毋着前2工迄冬节恁家伙大家拢食盐米粉安尼。对。哦，有卖。这一只我就感觉规个迄个口感是足无共的呢。哦，这糙米的米粉我是头一摆食呢，足无共呢，口感你加一只煲的时阵，你就感觉真正是无共。安那少年嘞，爱去落嚟无 ？OK，第一个食糙米粉，糙米粉，口感无共，口无共，足 Q 弹。嘿，这有影。诶，因拢算讲是少年辈，咧换家己厝内面的企业嘛。啊，这查某囝咧换这个企业的时阵。甲爸爸的经营的理念敢有冲突的时阵？有当时啊嘛有啊。敢冤家？什么所在？什么所在？比如讲卖物件，有当时啊观念要卖什么啊？什么为主安尼？我了解。讨论。因为商店的时阵，有当时去北部，还是去什么所在？农产品的展览的时阵。对。哦，爱主拍什么？对。啊，你会定讲要做什么较好？伊讲全部拢出去上好，我就感觉应该爱有一个主题。哦，一个重点。这我想应该是，因为阮这辈的吼，都因为感觉讲阮啥物做物件拢做好的，所以拢爱人知啦。所以啊，但是即摆少年辈较毋是安尼讲啊，恁虽然讲大家拢做好的，啊，但是甲我一个主题是啥物？对。啊，因为因的
想法甲咱的想法佫无共款，因会当佫发挥，佫甲足侪佫甲发挥。所以你一寡有机的吼，拢咱们讲，阮有足侪多种形式，拢嘛因咧发挥出来。安尼讲起来，原来讲你真是嘛是真放心讲放互因做呢，袂讲安尼。因咧做啊，咧伫咧边仔咧提提吐吐，伊敢会安尼？袂啦吼。其实阮爸爸是足好的人，足好啊，一看就知啊，经过一人真开通啦，真好，会当沟通安尼。啊，对你来讲，你安尼少年一辈你来看，这算讲是咱台湾在地传统产业嘛。是。你感觉上辛苦的所在伫倒？上辛苦当然嘛是因为阮毋是足大的公司，所以讲以我来讲，可能逐项代志拢爱会晓。对，啊，这嘛爱插一寡，迄嘛爱插一寡，其实嘛足无用的。啊，有当时啊，电脑嘛是爱家己处理。是啊，足复杂的。因为根据我了解，就是伫咧疫情期间，有足侪传统产业就是有转型，变做是等真侪资源伫咧网络面顶。啊，恁是毋是嘛伫咧迄个时阵开始有做一寡改变？是应该嘛是阮爸爸因的，就是有人来甲阮招讲，看恁要做网络无，要做网站无安尼。啊，阮爸爸就讲哦好啊，因为阮是伫一个婚林尔嘛，婚林是伫咧，譬如讲北部安尼，啊其实嘛无讲介侪人知影，啊所以就想讲，我会使做一个网站，啊，互其他的人都会使看到咱的产品安尼，啊，就对迄时阵开始，啊，所以阮兜是就进前都有网站啊。是啊，啊是讲吼，因安尼爸仔囝咧做吼，嘛足好奇的讲，查某囝遮尔啊认真恁爸爸你看较紧吼，伊转来嘛已经差不多伫要10年啊嘛吼。这10年的这个时间，你家拍几分？当然嘛爱拍100分，好爸爸，因为吼无伊出来吼。真正我嘛毋知要哪行。真诶哦，因为即摆现代做法哦，拢袂清管啊你。做会议爱客因啦。但是我看你我原来足少年的呢，你是20岁就转来接咯。嘛无啦。即摆看起来上无嘛是30岁那尔啦，嘿啊，所以拢真早就转来接这个。系啊。恁爸爸会100分，恁爸咧？昨我袂记问啊。可能我60分。天地差别差啊大。因为伊头前有想到3、4年，讲，我到底要做啥？唔要做啥？想久啦。所以即摆就是100分啦，100分啦，即摆开始100分，该先拍100分啦。等于讲应该落做。我等于爸我拄仔讲，人硬要讲我100分啦，到底要安怎讲？太可以硬要笑的。啊！你即摆带我跟大来，这是要创啊？啊！我听讲台哥做爱食土豆的。哟，嘿，我就带你来。你敢知？我做食土豆的啊。哦。我带你来后尾土豆上有名的，就伫后尾农会。对，后尾农会。哎呦，台哥好。哦，你好。哇，台哥好。国民哥。嘿，大咧。总干事。总干事。总干事，你农会总干事。啊，后尾总干事。我会使安尼讲袂，因为土豆敢是咱全国上好的所在，敢是伫云林。是毋是？就是好买，大粒，搁稳健，搁好食。搁重点，嘿，因为咱规个拢客族，甲农友客族，做履历有身份证的土豆，有身份证的，咱家收工转来，哟，啊，规个才来做加工。哦，而且传统的一般加工是拢互别人做，对，咱农会是一贯作业。哦，安尼，对脱磷，吼，啊个冷链，拢伫遮，啊个筛选，嘿，啊电脑镜头豆。电脑镜头，有一个什么
什么广告？广告阿嬷嘛，对，电脑嘛镜头镜头就是咱讲的就是这啦。是啊是啊，有，啊，所以讲你甲国民兄拢足熟悉啊。足熟悉。你是有参与买花去熟悉安尼呐？阮两个吼讲起来嘛是农会造就的。有。是，阮早期伫农会时阵，我做青农，伊嘛做青农。哦。阮有一个先摆教阮讲，考一个要种花，迄三小班。啊，我青农尾啊，因为考第一走无路。再来农会上班，佮来考农会。啊，你莫来讲啦，是啊，你安尼啊，咱遮客气。无。啊，阮国民兄迄阵安尼吼，我学长啦，哦，读嘉义农专生我学长。恁两个拢农专的？农专的，农正干的。哦，真老期就对啦。对。哦，啊，所以讲迄当阵，等到你做农会总干事了后，以后你甲斗相共真多呢？应该是讲做基德完了后，阮就大家互动，就拢咧做花的出口。互相大家算讲这个部分，大家拢爱互相靠大家力量啦。嘿啦，你毋是你一个人有法度单打独斗。有。对，我感觉就感动的呢，看到因头拄讲，阮较早两个是青农，目睭一个呢，两鬓斑白。起码是中壮农啦。啊对啦，中壮农啦，中壮农。所以两面都中农，两面都中农是啥？中农就中年哦，中年啦吼。两面就老农，老农就真贴。喂，所以你真紧，你就马上就变安尼啊。伊昨阿中还未出世，还未出世哦。啊，你看即马已经一个忽然间遮大，这真是传承呢。哦，这个土豆我看今年原来是大条哦。今年产量有较低，所以较低吗？有较少啊，所以吨遮侪个较低。万外包，用爱大概2万包咧。安尼？是啊，有2个风台啦，啊小可有去伤着，小可有去伤着。有。啊品质嘛真好啦。咱个土豆就像安尼，吼，收倒来了就是土豆硬啊，就是安尼。啊，这要用人工白无可能。哦，所以也袂使食啦，会使食，那个基本上吃吗？会使吗？可以。青也使吃吗？可以呀，生的，哦，真正会使食，你知无？所以这爱经过脱壳，咱就是对这落去了后，经过这台机械，整个做脱壳的动作。啊，脱壳了后，再甲磷啊，咱的土豆磷做分级。啊，分级了，再电脑搁经过。安尼。啊，经过了，咱紧甲塞来。冷链，咱会负的90度C来做储存。我讲，这真正分林的土豆，唔是咧讲假，你真正有够厉害。是，你这青你咧食的时阵就已经甜啊，对，敢若比菜甲减一味，小可尔啦。对，但是已经 OK 啊。可能你安尼哦，用迄盐拌拌的吼，咱就是讲你炒过啊。是啊，咱传统的，我阿嬷时代就拢甲土豆炒盐尔。系啊，炒盐咱就食甲足欢喜的，足欢喜啊，佮足怀念。我就是安尼啊。是啊，我就足怀念。阿嬷迄时阵炒的土豆，我配鼎皮啊，鼎皮吼，对啊。来看卖。这机械就是因为这样吼，伊经过有一个塑胶的迄种润的迄种脱壳的吼。对。啊，伊也先去土，啊，因为土豆内底拢有土。拢有土啦。拢有土。啊，所以这土一斤嘛50几块。哟。伊那嘛人有买的啊，甲人有买啊，就是带头咱嘛是爱甲买啊。是啊，咱无可能讲一寡个甲靠安怎呢？咱尽量互农民方便啦。就是爱保障咱农民咱的权益吼，啊提高因的知识啦。是啊。农友较弱势，咱爱提高因的知识。啊了后就是提高因的生活，啊保障因的收益安尼。这有影，大概是。上较重要就是食物的来源。对。啊，就是爱靠因啦。因若无要做，我要食啥？是啊，无农友就无农会啊，吼。啊，咱农会要发展嘛，要靠这农友甲人斗相共。是啊，咱才有法度去做这个工作。是。咱土豆吼，经过迄个窟窿底，石榴甲伊交起咧顶悬了后，咱稍微喷水。喷水哦。喷一丝仔水，让伊的壳软化，甲粉尘袂遐用。一丝丝仔湿化了，咱揢了了，咱就开始进行脱壳，脱甲伊的胎过。开过了后，吼，啊，伊就甲迄个壳用迄个树林，甲咱个土豆壳拧破，啊，甲磷落落来，啊，再经过这个石骨溜，啊，甲输送带甲送去，啊，咱迄个面顶才做分级，啊，最后再来电脑镜头，是啊，伊会当分大细粒，安尼，
这大台竟然会当安尼镜土豆呢？对啊，所以讲伊讲是土豆电脑镜的，用电脑镜。电脑迄台电脑伫对，伫后壁只。民国70几年就用啊，70几年就。啊，看有久无？哦。啊，这主要伊是色彩选配，吼，伊这个电脑伊是控制讲咱土豆放落了后，伊有歹，啊歹就是伊色水会较深，啊正常的粉红对不对？啊，所以粉红拢会通过，看到歹就贴出来，用色彩选配迄个方式，电脑经了咱就甲先甲水甲封起来，水送入去负的90度吸震冷链的储存。了解。安尼，嘿，解说了非常的清楚，非常清楚。但是咱无看。原来未了解，无准算，无准算，一定要清目所见。我这甘愿啦，安尼我连死巴都唔愿去啦。啊无你先看，我先看，看了你客先，我再来甲你收。卖啦，我再来收土豆啦。哦，收土豆啦，你都别讲，我想讲你收我收土豆算唔知。好，我咱就来看卖啊。好，来看卖，好。啊，那土豆真正那做。来，博英，甲开药行者来。我早看到就是你话大粒哦，真正000，大家拢000啦，对不？系啊。你一定要这样激动吗？一定要成功，一定要成功，一定要成功。华丽，你直直落去，这个物件敢有这样困难？嘿，喂。我咧无菜人个比，嘿啊！不过真正大家拢000足好食的呢。好食好食。真正这个机器有的是新的，啊有的是较旧的。对。我就会当感受到你规个工厂内面的设备定拢爱 update 啦，拢爱。对啊，整个运作上哦，缺一不可。当然有前半段、后半段嘛爱有安尼。对。啊，无咱就搁来看一下，阮个最后一道就是人工镜的。镜的，用人镜的啦，用人镜就好啊。有啥怪？因为要确保品质，每一条拢袂使失误，哦，100%。啊，咱个电脑吼，伊的色差嘛是有一点仔袂遐准，伊是甲你斗相共一部分尔。是啊，最后嘛是爱靠咱的人工去做，人工去做。这会讲未来。啊，咱来看卖，好，咱先去看卖啊。我其实也唔捌遮清楚过，安尼哦，我清楚啦。要安怎镜？来，咱土豆吼，只要破冰的，咱爱镜起来吼，咱另外利用。啊，若出嘅，也是讲像这乌乌的，这就袂使，这爱定掉，定掉。啊，那会使利用，会使利用去下骹。哦，那个下骹，叫一个桶。是。哦，加桶伫啊。你即摆开始镜哦。开始镜。这速度袂当伤紧呢。嘿，袂使伤紧，啊，所以爱镜的，台哥爱镜呢。我看咧，你看咧老，这也破发嘅，哦对，这慢，嘿啊。咱后尾浪费土豆就是完全无防止毒素。哟，伊咱的控管吼，安尼一管作业绝对不容许有诶。你啊，国民兄，你有咱头一届种土豆，我我头一届来遮种土豆。哟，我来遮拢食土豆尔。我嘛是啊。恁两个熟识遮久，你头一届来遮种，哇，有这经验嘛是袂歹的吼。系啊，哟。哦，但是这一直真了嘛，哦，目睭嘛会模糊呢。无意哦。哦，你刚才我目镜。所以总干事你甲国民哥两个人算足好的朋友啊。足好的30几年的老朋友啊。老朋友吼，算敢若好兄弟安尼啦。是啊。嘿，啊恁以前较早咧做这个青龙吼，甲即马少年咧投入这个青龙，你感觉两个世代上大的无共伫咧倒位啊？阮以前吼，阮的个性就是要甲工课做较好，所以阮两个捌真经吼出花外销吼，半暝啊来咧进苗啊吼，啊甲花送去日本的。哦，是啊，半暝哦，是啊，就对啊，嘿啊，半暝2点两个约好，嘿，两个去迄个包装厂咧进苗啊，咧进苗啊，嘿，啊，恁较早咧做的时阵，恁的朋友嘛，基本上拢是伫咧在地，拢是做农的嘛。
当然，阮农业吼，伊的概括嘛真宽啦吼。国民兄伊就是科技化，对，所以伊甲创新，引进真侪新的设备，是啊，所以伊的产业真有竞争力。啊，因为安尼，伊的囡仔才愿意来接这个工课。嘿，因为有竞争力嘛，会趁钱嘛，所以囡仔就愿意来接这个工课。啊，所以即马现代社会，当然农业无好做，有心的人也是做好，会当做真好，是，系啊，对。那个即马紧紧的安尼用，当时才要过来紧。啊，我无紧啦，我若练工啦，看到袂练经的，我才来紧。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你就要等下你去看到一个袂练经的，我就好经过恁兜门口口，我来哦来哦，我先就偷偷啊，我来紧。啊，即马咱好买在地吼，即个转来故乡投入即个农业的青年有偌济啊？袂少哦，嘿，这几年来，咱政府有咧奖励吼，有咧推动啦，嘿，啊，配合咱农会吼，有咧做一寡资金的部分的低利贷款啦，吼，啊是讲伊技术性，咱有一寡农民大学也好，改良场好嘛，有咧训练，吼，啊，搁咱地方吼，咱原地有塞一寡产业。啊，伊嘛会大家互相去参考，啊，只要若有竞争力会趁钱的，渐渐二代拢有接落来。哦，嘿，是，大家拢接落来，拢有接落来，嘿。其实真正吼，咱台湾的即个基本的即个一寡底地吼，经济的来源啦，就是靠咱的农友啦。是啊，啊，这较早的即个江山嘛，算讲恁即沿的拍落来的，嘿，我有真大的一个部分是安尼啦，嘿。因老一辈更较辛苦啦。啊，当然咯。阮这辈头拄仔讲一半，就是讲像国民兄这吼，伊会捌用设备、用资金去买设备，买一寡较创新的物件来。所以爱投资，所以咱即摆农业嘛，渐渐爱行为科技化来，对，爱自动化，安尼才会成功。哦，对。以早是靠天食饭啦，啊，过来了未来农业是靠设备趁钱啊。哦，恁两个咧做这个农业的部分，敢若算讲是真跟着时代咧行啦。哦，我看恁两个嘛真搭吧，咧讲话观念嘛真相通的。因为阮两个算讲有革命情感。是。啊，就早期两个少年啊，啊，就对农业有这个热情，啊，有这个兴趣，啊，两个就一直伫农业内底，这边就一直做咧，啊，大家互相一直讨论，啊，所以互相进步。拍好种花亲兄弟啦，不是掠差是种花。我感觉我家己食伤济呢，你食伤济吗？我原本是足壮志，想讲我要来减肥，你这抓拢失败去。我都拢秃头啦。你这，我怎会秃头？你知影意思无？太好食啦。我感觉这拢爱怪你。安怎讲？我开车的时候，原本甲你讲，我第一站我就直接要来遮，对无？你讲的吗？不是哦，不是安尼。你是讲，咱。既然来到好买吼，带我带你来去食一间最好食的当归鸭。哦，迄是我讲的哦。你先讲安尼啊？歹势，安尼是我唔对。嘿，你先讲安尼。先去食好料的啦。先食好料的。啊，食了我讲想讲啊，既然来到好买，我若无去来甲阮兄哥、阮表兄挨杀子节。哦，啊，结果伊个玉女小番茄讲杀一箱出来要互阮食啦，真正就好食。无好食的。嘿，啊，就来甲咱这个国民因兜，系啊，国民兄因兜啦，国民兄，国民兄。啊，因来的时阵虽然讲小可有落雨啦，啊，因变怎么甲迎接，我足感动。咱今日原来是伫因兜门口。喂，没有回控，是安尼。啊，我办甲足澎湃，是啊，有够好食的。这想袂到讲吼，昆林家的米粉，我遮好食，我根本想讲奇怪呢。新竹的米粉才同出名的，想袂到讲昆林的米粉足赞的安尼啦。而且你敢若袂记哦，咱昨捌去倒位？
啊对哦，是啊咱搁去看甘蔗吼。有，对，你即马跳卡较袂清哦。对呢，对无？我看迄个小火车，迄个车，无分啊车，无分啊车，无分啊。迄真正吼，即马叫番你看到啊。咱搁去对。太哥，大人，讲要加花无？哦，加花免啦。我想讲你是讲要来加水，无叫我们一来加花。有够啊！有啦，就有够诶。讲真正，头拄啊吼，迄个要叫你拍分数一件代志吼，我有感觉你诶迄个表情有一些毋原来啦。我讲，毋是毋原啦，小可丢毒者。遗憾迄种感觉呢，可能阮爸60分吧，会趁着恁爸即马无伫，我甲恁问者。无伫。你有啥物话，其实是一直拢就想要对伊讲，但是煞拢无讲出来。嘿啊，一开始咧做诶时阵，佫毋知影做事辛苦。对。一开始拢爸爸咧看，就是啥物物件拢爱捌，拢是伊咧处理诶。即几年我才开始入来内底做，就知影拢爱学农业，啥物拢爱学，电嘛爱学，温室嘛爱学。所以我就知影迄辛苦，看一个家辛苦。你已经专业做即道，也已经有3-4档啊吧？对。有啊嘛吼。有啊啦。经过这3-4档的磨练了，你是毋感觉有较好？有较好，就是甲人交陪啊，外口的阮爸的客户，即摆当互我来接触。是讲爸爸安尼，甲恁之间的沟通吼，因为我这几工甲恁斗阵。讲真是我看恁爸仔囝其实无讲几句话呢。你敢爸爸是毋是有真侪袂拄好的所在啊？敢袂？无，阮感情足好诶，感觉就是工课上的物件会冲突，会有一些冲突对，就是只有对啦，最后会沟通讨论。对，阮爸爸伊的观念就会我去看，伊的观念是对的，安尼。对啊，尤其讲真实的是少年人内面真肯吃苦啊啦。真肯做啊！即嘛规个人拢了落啊，对无？规工我可能甲恁小弟两个人兄弟啊，带爸爸即嘛应该嘛拢真放心啊啦吼。公平哥，哥哥啊，我甲恁问者吼，今日阿中带我去迄个食米粉，伫咧遐。就对方，我就问迄个头家啊，老头家讲，你甲恁查某囝嘛咧斗做嘛，你甲拍几分啦？讲吼100分。我就问讲，恁爸，你想你摇者会甲你拍几分？讲有可能60分吧。迄个表情了惆怅已经到位啊。嘿啊，即马开始拍分数。嘿啊，拍分数遐。嘿啊，因为算讲当时咧做这种农业，算是咧较深的行业啦，专业做专业的，因为就天落地拢总爱捌。因为温室气候、什么条件，拢土壤的变化，什么你拢爱了解。对。所以伫咱这个过程，咱一寡知识咱是要了解。但是这个过程内底，当然，咱进前咧甲伊讨论代志的时阵，伊会感觉咱咧否定伊。咱就咱来否定，伊就伊会反弹。但是咱是想要互伊，可能咱的方式毋对。我伫阿中这个年龄的时阵，我捌比较少啦。所以咱嘛有一个期待，就讲我嘛相信讲以后一个学习的心，未来伊会比咱较强。这是咱一个期待啦。你互爸爸一个大的安尼，甲抱一个，甲揽一个啦。因为这机会才会较难得哦。我看恁安尼爸仔。这几年啊，阿中一直咧转变。是。较像伊起头啊，对工课迄个用心，我是感觉要做一件代志，就是讲你的热情要有出来。做着才会快乐，无你会感觉这项工课，你会感觉足艰苦的。我无希望讲伊转来接这个工课的时阵，伊是变做对，迄个艰苦。因为爸爸的工课，我不得不接。迄种痛苦，我无希望，所以嘛希望伊讲伊快快乐乐来做这个工课。恁爸家足听你的讲也是。嘿啊，好啦，揽一个啦。嘿啦，有啦，你即马80分啊啦。80分啊！哎呦，赞！感谢恁的招待呢，感谢。非常的感谢，随时快。好，はい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
搞炸，那早点嘞，搞炸，哎，妈妈搞炸。啊，我项链是哪位？嘿，台哥，台哥啦，我刘德华啦，我啦，啊，伊大练的啦，大练的啦，嘿，迄个那真大练，拢伫电视内底咧。嘿啦，我拢伫电视，我才为电视出来尔。哦，谢谢啦吼，谢谢感谢，这是说感谢，尤其是阿点啊带咱去，有无？去过佚佗安尼，拢互恁照顾啊，谢谢，对啊，随时欢迎啦。后壁有位遮过来吼，甲随时欢迎都。好，谢谢。啊，阮送一下小礼物，哦，啊好，妈妈，安尼好，感谢。来，这是哦，围巾啦，吼，围巾啦，安尼较袂寒，安尼好无？最近讲会寒吼，你安尼这抹咧就拢袂寒。抹诶，啊，平时安尼抹诶好无？来，哦，水，哇，你又家做真水哦。哦，谢谢。你唔通袂记看阮的节目啊？阿嬷真高兴啊，心情真好啊，哦。看到恁来心情足好诶。真的。今仔嘛是好天气啊，好天气，今天的拜访，继续加油啦，吼，大家同齐加油，感谢，好的，感谢。谢，感谢。谢谢。哇，妈妈欢喜，阿爸欢喜。拜拜。开个饭嚟哦，係。OK。拜拜，嘿，收我。真欢喜安尼。拜拜。OK，Jimmy。拜拜。